等我哋一齊睇下學校有咩方法響應開心蔬果月，傳遞多食蔬果嘅信息。老師利用健康飲食在校園網頁裏邊嘅學習資源套，包括水果營養資訊、蔬果常識挑戰站、水果漫畫系列等等，設計我哋自己校本嘅宣傳活動，讓學生加強認識蔬果嘅種類同埋益處。亦都利用衛生署已經設計好俾學校用嘅活動教材同埋工作紙等等，以提升學生同埋家長對多進食蔬果嘅關注度。學校亦都經常張貼相關嘅海報啦，製作大型嘅壁報，營造環境以加強宣傳，讓同學們明白每天吃蔬果有益身心同埋健康嘅信息。齊齊參與開心蔬果月。